过来消息来看，教育部第2月决定通过台大国际政经学院，台大校长陈文忠今仔是强调讲，上紧明年会开始招生，嘛好能讲会请摕落来政府官员来教册。另外，台大退休教授陈明通出册批评台大学伦会制作冤案，校长陈文忠是表示讲，两个硕士班的学生学位佮论文拢互撤销，学生嘛拢接受，指导教授应该有责任，嘛应该甲社会回实的。为了培养这个高阶人才，台大提出设立国际政经学院的构想，2月通过教育部协定，台大23召开校务会议，强调学院的正式政经硕士、财经硕士2个学位合订，采全英语来授课，上紧明年来招生。也无这个计划，互外界大上蔡政府政治伪善的标签，是不是传出官员的证词来教册？台大校长陈文忠是否认有这情形？目前还没有政治人物跟我接触过，他要来任教，所以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，因为我们教育部2月份才正式核准，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，监督委员会、管理委员会要先成立开始进行院长跟师资的聘任。另外，台大退休的教授、前国安局长陈明通所指导的2名学生，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、前新竹市长林志坚，拢因为硕士论文抄袭，互撤销学位。陈明通下礼拜要举行记者会，指控这条台大学伦会来制作这个冤案。对此，陈文忠也回应，认为陈明通应该公开向学校甲社会来核实的。校教评会做了决议不解聘嘛，可是我觉得他本身指导了2位硕士班的学生，这2位学生他的学位论文是被撤销的。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，陈老师应该要针对这个事情，要跟社会大众来道歉。也当初对陈明通案件提出错误、可能改正，并且对台大政经学院设立的计划有无讲意见呢？社科院长苏宏达是无接受记者访问，另外打电话给陈明通，手机是无人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